来继续来看经济部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，今仔日伫南化水库试运转，开水门来排土沙，讲安尼会当来延长到水库的寿命。为着要延长南化水库的寿命，经济部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趁水库水满盖溢出来时，启动南化水库防积带隧道试运转的作业。伊个位置伊个海拔高度比较低。 所以伊排出来就是会为排库底遐个沙排出来。南华水库防积带隧道总长度是1410公尺，今日试运转水门敢若开1/10，排沙放水流量差不多是每秒121吨，主要是会使伫落大雨的时，就这个水力将这个沙甲清出去。 伊个上大会当拿1000 cms， 是目前是拿调配到拿250 cms， 这个伫南化水库排沙的画面，有真个乡亲来伫看，甲伫翕相，所以讲南化区长持全力嘛，呼吁民众看的时唔通徛伤远，上好徛悬的所在，远啊看就好，安尼较安全。溢流量大，咱的泄洪的状况就会比较壮观这部分嘛是咱提醒咱所有的民众，有想要来看这种特殊现象的人嘛是要注意家己安全无毋对，伫疫情期间想要出来行的乡亲，爱记安全第一。